哇！見到你哋跳得咁精靈，真係為你哋感謝神啊！而家又可以一齊唱歌讚美神喎，你哋話係咪真係好有福氣？咁不如我哋一齊讚美啦，好唔好啊？嗱，左手邊呢邊咧就同福仔一齊大聲唱，右手邊呢邊同阿小優一齊大聲唱，睇下邊一邊讚美得夠大聲啊，好唔好啊？好！你哋預備好未啊？好啦，好。頌歌獻給神嚟啦！你當讚美，我當讚美，眾當讚美主神啊！我心讚美，你心讚美，眾心讚美神。齊心當高唱，頌讚主；齊心當高唱，頌讚神。頌讚主創世大能，頌歌聲唱出地無雲。耶和華神你的無敵君，耶和華神你的眾天使，耶和華神你的眾僕人，永遠讚美你高我為親。求失因你的榮耀主。呼聲壯都永標神，頌主他伸張正義，頌主他真理的教訓，齊來頌讚主的救恩，大愛救主今犧牲，齊來頌讚主他我世人。齊來頌讚主恩厚憐憫。齊心當歌唱頌讚主，齊心當歌唱頌讚神，頌讚主創世大能，頌歌聲唱出地無雲，唱讚美主的恩典，唱讚美主的恩典，頌主救恩，頌歌獻給神。榮耀歸給我們天上的父上帝，直到永永遠遠。唔好以為啊，天父離我哋好遠啊！係啊，天父嗰度我哋有一位中保。中間人係啊，就係嗰個公義嘅耶穌基督啦。佢為我哋做嘅錯事做晒賠償，唔單止為咗我哋嘅罪啊，仲係為普天下人嘅罪。一齊唱喎！是這一種為了拯救世門徒，灑出寶血成為救濟人客，叫我哋流動，最聖人的變數。只有一位神喺神同人之間啊，只有一位中間人，就係降世為人嘅耶穌基督啦。佢捨棄自己嘅性命嚟救翻世界上每一個人嘅永恆生命。神的恩典都
後啊，你哋就會清楚明白晒。所以我哋唔好再效法呢個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哋察驗何為神嘅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嘅旨意，就係喺羅馬書12章2節。旨意，拍住手一齊唱啊嚇！若要得到愛，必須將愛傾輸；若要得寬恕，必須先去寬恕。救恩早賜予，行為未算是難事。問句基督怎樣做，便懂緊緊主意思。若然是思戀，自信將神榮耀；若要點點語，同給情寫分秒。救恩早賜予，行為未算是難事。問句基督怎樣做，便懂緊緊主意思。神原是這般的深愛你，他願望你要得他旨意。若說他旨意，必須多結果子。是主揀選你，去彰顯那恩賜。謙卑加信心，時常樂意地行事。十架鋪舉作是奉聽主差遣真愛事。神原是這般的選了你，心盼望主揀選的旨意。你知嘛？唔係每個稱呼我主啊主啊嘅人都能進天國。吓？咁要點啊？唯獨遵行我天父旨意嘅人，才能進去。是主的旨意，必須將愛傾輸。是主的旨意，必須先去寬恕。聖經中告知，如何實踐甚容易，盡意走天國路，放開世間心裏事。神原是這般的深愛你，可會盡力去彰顯他旨意。神原是這般的選了你，可會實現去揀選的旨意。我們在天上的父，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。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阿門。